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互联网大厂的抱团。说到互联网大厂抱团，这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幽默。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大厂大家知道，无非就是腾讯、阿里、字节、京东、百度等等，还有华为。而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之间的恩怨是吧？江湖恩怨，大家都知道，背后都是竞争对手，都不希望看到对方过得比我好，有那么一点，既怕兄弟开路虎，又怕兄弟吃苦。当然了，他们叫希望兄弟吃苦，不要开路虎。但是现在居然说阿里、腾讯、百度他们抱团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最近互联网江湖上上演了一幕世纪名场面，快手旗下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伶 AI 拿到了最高30亿美元的巨额增资。让人惊掉下巴的是，BAT 三家居然罕见同框，全都在投资方列表里签了字，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也就是百度、阿里、腾讯三家都投同一个项目，这个过去很少见到。这三家实际上在一起也是互相掐、互相拆台，都是竞争对手。坊间都在传，这是国内 AI 时代反字节联盟正式成立了。为什么叫反字节联盟呢？因为这个大模型可伶 AI 它是视频生成大模型。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短视频叫这个短剧非常火是吧？那短剧现在这个工具主要是即梦是吧？是字节跳动旗下的，它现在跑在前面。显然快手旗下推出的这个可伶 AI 那就是即梦的竞品，那是竞争的。那 BTA 对吧？居然投资这个可伶 AI， 什么意思？助他一臂之力，那不就要跟这个字节跳动要竞争吗？三巨头联手阻击，对吧？这个老对头，实际上你仔细扒开这笔账本，你就会发现哪里有什么热血兄弟联手复仇记？这满纸写着是中年大厂，也是互联网大厂到了中年了。互联网大厂现在都叫老登，面对 AI 时代洪流时的焦虑、彷徨与安全感缺失。这个我在前一阵子一直讲，为什么阿里、马云要这个下田插秧，雷军为什么要过早，都是在 AI 时代到来之前的一种焦虑，一种无助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30亿美金的神仙局背后，到底撕开了大厂们多少不为人知的 AI 焦虑症。所以说你看啊，不是我们牛马韭菜的焦虑，大厂实际上更焦虑，我们只是焦虑我们那个工作而已，饭碗。但是他们焦虑的是3年5年以后还有没有他们，未来他们还有没有一席之地。各位，3年5年大家还会活蹦乱跳，无论你是山珍海味还是馒头加榨菜你都在。但是上述互联网大厂3年5年以后说不定就有人要关门要收摊儿，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是退出大众视线，退到幕后去了，变成 to B 业务，给别人打打下手，苟延残喘。咱们先来看一组让人哭笑不得的数据，这次可伶 AI 投后估值高达180亿美元呢。在这场史诗级的资本盛宴里，大厂们掏了多少钱呢？腾讯出了13.63亿元，持股 1.12%， 阿里同样出了13.63亿元，持股 1.11%， 这个腾讯阿里差不多。而百度呢出了3.41亿元，持股 0.28%，三家巨头加起来一共才占 2.51%， 董事会席位那是没有的，重大事项也没有什么否决权，你开会列席就不错了。纯的不能再纯的财务投资，这点股份别说去阻击字节，连话语权都捞不着。快手自己还牢牢控股 68.33%，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抢着送钱呢？因为他们太害怕掉队了。这就像极了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什么都是救命稻草，一根稻草他也抓住。那现在你看看这个1%的股份，0.28%的股份，他们也要去抓，有什么意义呢？这纯财务投资啊，他到时候就是涨10倍，腾讯赚个100个亿，有什么用呢？他掏了13亿，到时候涨10倍，不就是赚100亿吗？腾讯是缺钱吗？这就是这跟实际上这就像我们牛马韭菜跑到资本市场、红绿市场，把自己的那个窝囊废一下买进去，
不一个道理吗？买点股票而已，你不能说你买了那是谁什么质朴是吧？大模型股票，你就是做 AI 的吧？那照你这么说，那你要买了移动的股票，那你还是中国移动啊？你就成了电信运营商是吗？所以说道理是一样的。腾讯只不过是占可伶的1%的股份，可伶不是可怜。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抢着送钱？因为他们太害怕掉队了。在 AI 这个充满未知、随时可能颠覆一切的洪流面前，即便是昔日的巨头，内心也充满了即将被时代抛弃的彷徨。这区1%的股份根本不是为了控制谁，而是他们在焦虑中咬着牙给自己买一张 AI 时代的船票，而且还是站票，想挤上这趟快车啊！扒开3家大厂的投资账本，你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他们在核心赛道上互为心腹大患的同时，又各自背负着怎样的发展焦虑。首先看阿里，他是看着漫天的算力需求，心里发慌。视频大模型是出了名的吞算力无底洞，阿里的通义千问在正面硬刚，各路对手，但面对字节火山引擎的步步紧逼，阿里云急需绑定可伶这种算力消耗大户来输血冲营收。更倒霉的是，阿里自己一直没有顶级的 C 端短视频社区，眼看着短视频流量源源不断的变成 AI 的养料，它能不急吗？投资可伶本质上就是阿里为了缓解流量干涸、算力过剩的一种防御性卡位，实际上能不能帮上它，在这打个大大的问号。那就像我去买了一手中国移动的股票，那合着我就要跟中国移动做生意了是吗？再看看腾讯，自研跑得慢，眼看着壁垒就要被超，腾讯更焦虑。腾讯自家的智影模型迭代太慢，画质和动态控制跟第一梯队有代差，眼瞅着自己的短视频和 AI 工具在海外疯狂收割，腾讯自家的视频号、广告、游戏和影视产业链，如果再不拿出硬核 AI 视频工具，未来内容护城河可能就漏水了。在这一点，其他的都还没有，其他的都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了。其他的视频平台投过可伶，就是连夜去买个成熟的外挂回来撑场面，赶紧把自研的试错成本和时间给节省下来。那最后就是百度，多模态的短板已经成了它的心病。百度的文心一言在文本领域走得挺早，但到了视频这多模态这儿进展却明显滞后了。我不知道谁在用这个百度的文心一言，这名字都挺难记的，挺拗口的，我真不明白。文心一言，眼看着大家都开始用视频对话，用视频做智能体，百度如果不赶快补上这一课，它的 AI 搜索智能体生态随时可能被降维打击。花3亿多人民币，低成本快速买个可伶 API 视频生成能力，更像是深夜里给自家生态打的一剂急救补丁。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同盟背后的底色。云服务市场贴身肉搏，大模型领域正面交锋，智能体赛道寸土不让。他们之所以能破天荒站在同一战壕里，不是因为走得太近，而是因为对面字节的抖音流量加剪映工具加即梦模型所构建的恐怖生态闭环，大家心里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集体彷徨。也就是抖音目前的布局走在最前面，无论是内容还是工具还是大模型还是这个即梦，已经死死的圈住了流量。你其他的什么阿里、腾讯、百度都是感到窒息，那怎么样去分一杯羹呢？所以这就是互联网大厂的焦虑啊！你不奋起直追，你不反击，你就被人灭掉了，没有你说话的机会。更让大厂们感到无力和焦虑的是，在 AI 时代，以前那套靠砸钱、砸服务器就能建立的垄断壁垒，正在被无情的粉碎。AI 技术视频的技术壁垒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很多时候核心团队的流动就能直接冲击甚至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可伶初代模型的关键核心开发者叫张迪，2025年8月，他选择离开快手，加入了阿里。随后他带着阿里的团队打造出了一个视频模型，直接在第三方权威排行榜上把自己的前东家可伶给反超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行业现在还是叫百科争流，应该这样的。今天你觉得你是领先的头部，明天
一个核心大牛被挖走，你的技术优势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荡然无存。可林的技术竞争力与人才高度绑定，行业内卷加剧，人才流失的风险就像一把刀，始终悬在每一个大厂的头顶上。这种无法掌控未来的感觉，才是大厂们最深的彷徨。快手那他在搞什么呢？快手的终极阳谋就是用 AI 泡沫掩盖增长的焦虑。既然这个赛道竞争如此惨烈，技术壁垒又这么容易动摇，那么作为母公司的快手为什么要急着把可林拆分出来，整出这么大一个动静呢？也允许别人来投呢，对吧？来分一杯羹呢？因为相比如可林，快手自身的中年危机和焦虑已经掩盖不住了。其实这是一场精妙的估值重构的阳谋。这几年国内短视频存量竞争有多激烈，大家都清楚。其实这东西作为用户，你就看你身边的人，每天把手机打开，在看哪个，在玩哪个，在用哪个 APP， 在用哪个应用，你就知道了。所以这玩意不需要看什么报告，看什么数字，你就眼睛一看你身边的几个人，平时把手机打开在看什么，用什么 APP， 用什么应用。那没有用的那些 APP， 那他们就焦虑。你这像皇帝翻牌子，那手机就是牌子上面，你天天翻的都是抖音，你也不翻别人，你也不雨露均沾。那抖音天天被宠幸，你知道吧？那其他的叫什么白头宫女在是吧？闲坐说玄宗，总之就这意思。所以说谁苦谁自己知道啊，这些 APP 这些应用。所以快手主业增速放缓，在二级市场一路下跌，总市值已经跌去了将近90%，甚至低过了很多传统制造业。2026年一季报的数据更是刺眼，总收入同比只增了 3.4%， 利润还在下滑。也就是快手它主营已经不行了，现在急需要一个东西来遮丑，一白遮三丑。当老铁经济无法再撑起资本市场的想象力时，快手太需要一个新的性感故事来拖住市值，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于是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可林 AI 的投后估值达到了180亿美元，这已经占到了快手母公司总市值的 70% 以上。但讽刺的是，可林2025年收入才 10.4 亿元，仅仅占快手总营收的 0.73%。 也就是你看啊，沾上 AI， 你的估值就是多少倍？连快手其他的业务都已经变成老登业务了，只有这个 AI 这可林这个业务，但是它收入非常低，你看看，但是估值已经占 70% 了，收入占总营收的 1% 都不到，估值占 70%， 你说说吧。一个单季赚几千万美元还没盈利的 AI 业务，身家居然是1000亿核心主业的 2.5 倍。资本市场的逻辑就是这么荒诞，被玩腻了的流量变现的故事正在被无情的抛弃，而大家一边焦虑一边疯狂吹大 AI 高增长的新泡沫，试图用明天的预期来给今天的焦虑买单。所以说看上去简简单单的 BTA 抱团投这个快手这个可林一股，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这些互联网大厂们的焦虑，互联网大厂的黄昏。那现在你看互联网大厂都在裁员吗？为什么？快手甚至和投资人签了对赌协议，如果2031年10月前可林没能上市，快手得用本金加 8% 的年化利率把股份买回去，长达5年的对赌期。说明其实快手和投资人心里都心虚，他们都知道要实现2027年13亿美元高增长假设有多难，只能用足够长的时间去硬撑，去消化这个估值。也就是说，我粗略估算一下，那等到你可林2031年5年以后上市，那至少1万亿是起步，它市值现在都已经1000多亿人民币了，那5年以后上市至少1万亿起步，那你要搞到1万亿了不得，一个中国移动啊，或者是一个工商银行，或者是茅台股份，贵州茅台，这么大体量。但是到现在可林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没用过。这就是 AI， 这就是什么大模型的魅力。你说说谁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当然了，5年以后如果不能上市，那快手就是资金链断裂呗，反正已经不行了。什么叫资金链断裂？你说他这钱他还得起吗？这次他融资是30个亿，30亿5年以后，如果你不能上市，30亿还给人家，每年是 8% 的利息，5年是 40%， 那就是利息12亿。但是这钱他已经花掉了，
研发，对不对？那是到时候快手要掏这钱，快手业务本来就越来越差，萎缩，他哪儿找钱去啊？实际上跟徐老板一样，对赌失利，跟万达的王老板一样，对赌只要一失败，你就是等着的暴雷。那快手为什么要赌？那这个答案王老板知道，王老板为什么要赌？徐老板为什么要赌？但是没办法，所以我说这都是大厂的焦虑啊。实际上，所以说这个 BTA 抱团罕见合体入股可伶，不是说跟着快手一起对抗阻击字节，而是互联网大厂的中年危机。所以我一直说，在这个时代啊，焦虑的其实不是码农，焦虑的也不是牛马韭菜，这些昔日风光无两的这个互联网大厂才是真正焦虑的。但是他们一焦虑就不要紧，他们就开始裁员了，他们就开始开启过冬模式，所以大厂码农就更加焦虑，这是恶性循环。我们再看今天沪市表现，那还是相当稳健。今天上证指数微跌0.29%，深圳成指微跌0.97%，北证指数主动回调1.8%，科创指数也是主动回调3.48%，创业板微跌1.2%，科创50那是主动回调4.25%。我们这都是主动回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虽然指数绿的全绿，但是3351家是上涨的，金融消费者那是笑哈哈，3351家上涨，对吧？只有2098家倒车接人，所以你不要看那个指数都是绿的，金融消费者的这个心那可是红彤彤的。今天是难得的高兴，老邓股纷纷反弹，科技新贵纷纷倒车接人。刚才说到融资，格隆汇7月14号昨天他说 DeepSeek 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创始人梁文峰个人财富增长逾1倍，使其成为全球 AI 大模型创始人中最高身价的人。根据彭博万亿富豪指数，梁文峰目前身价达到360亿美元，此前约167亿美元，超过了什么联合创始人什么达里奥、阿莫代伊，还有什么布洛克曼，也就是这不是两个大模型的创始人吗？此次比较仅涵盖主营业务及大部分收入直接来自 AI 大模型的企业，不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业务多元化的大模型大型科技集团，也不包括数据中心、半导体等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也就是这块纯大模型的企业。梁文峰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对 DeepSeek 的控股。今年6月份 DeepSeek 据悉完成500亿融资，公司估值超过3300亿元，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测算，其持股比例被稀释至78%。这个大家都知道，目前美国两个大模型，一个是 OpenAI， 对不对？一个是安斯罗皮克，这两人是竞争对手。但是不好意思，这两个竞争对手都不是我们这个 DeepSeek 的对手。梁文峰他的身价都超过这俩人了，梁文峰是360亿美元，超过安斯罗皮克还有 OpenAI。很多小伙伴说，这不就是抄袭的，超过了原创了吗？没错，这世界就是这样，抄袭的弯道超车，超过原创，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人家安斯罗皮克还有 OpenAI， 人家也祭出了反真六手段，这不让你真六。就像我一样的，咱也搞多玩计划，你别在这儿了，你抄袭的搬运，你还反超过我了，这不就跟大模型是一样吗？我记得前一阵子最危险的时候，好像是浙江或者什么地方的 IP 的地址是吧？只要一访问安斯罗皮克，立马你这就被封掉了，上不去了。很多大模型只要判断出你的 AI 你的地址是来自这些地方，他直接给你封了，再也上不去。都这么玩，人怕了你。而他技术上怎么做到我不知道，他反正人家在里面访问的时候，他判断你这个访问是来自于印度还是来自于本地，你这玩意儿来的是来真六的还是干啥的，他要判断，是为了防。他也是毒丸计划，那咱这也叫毒丸计划，没办法，都是被逼的。还有人跑到我的直播间说你好可怜，你的直播间才30个人，人家直播间都是100多人，这不就跟这个梁文峰身价360亿美元超过了这个布洛克曼和阿莫代伊吗？是一个逻辑吗？一个意思。我一想到原创的阿莫代伊、布洛克曼都被人抄了，我觉得我也能理解。这个世界毕竟是不完美的，不完美，但是不能掩盖制度性的缺陷。所以咱们还得聊聊红绿市场。这个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红绿市场，那我们
还是压舱石、定海神针啊，这个定位是不会变的。但是它也有一些小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专家说的，这可不是我在这儿唱空，咱们是唱一下资本市场光明论的。但是他有专家在这唱空，所以我们得看一看，说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什么问题啊？融资基因错位，如概念泡沫虚繁荣。中国资本市场走过30余年，规模已跻身全球前列，但市场却长期呈现牛短熊长，投资者获得感低下的怪象。现在不了，现在自从我开始唱多以后，我感觉投资者的获得感是天天与日俱增的，没毛病。这个你心态只要一转过来之后，你发现前面都是阳光，一片坦途。要理清其核心问题，必须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秋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2位专家的视角，剖析其底层的基因缺陷与表层的炒作顽疾。这都是专家说的，这可不是咱们在这瞎说，这专家说的。首先说基因里面的功能错位，重融资轻回报。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诞生之初就刻在骨子里认知惯性，被无限放大的融资功能压制了更为本质的财富管理属性。吴晓秋深刻指出了中国股市的起源背景。他表示当时也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这个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逻辑实际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经典的西方金融理论中，资本市场是居民手里有了闲钱，产生财富管理需求后的产物，也就是说先有韭菜牛马，有了钱没地方去，那大家找个地方去切磋一下，找个赌场，就这意思。人家是这样，赌场就应运而生。结果吴晓秋的意思说，我们是反过来了，说我国在1988年前后筹建股市时，那反过来是没有人手里有钱，需要搞个赌场，恰恰是国内企业资金极度匮乏，外部输血无门的严峻时期，也就没法，企业缺钱也没法融资。设立市场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脱困，筹集发展资金。这种因融资而生的初始条件，导致我国资本市场虽然体量庞大，但在认知和机制进化上出现了滞后。全球成熟市场早已转型为资源配置与财富管理中心，而国内的思维仍长期停留在帮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层面上。吴晓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认知上的滞后就是今天市场面临着诸多问题的总根源。他明确定义了股市应有的健康形态。资本市场首先是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一个投资的市场，它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重点，更是居民财富增值的起点。吴晓秋强调，资本市场必须解决财富管理、激励机制、资本流动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架构这4大问题。如果市场长期被重融资、轻回报、路径依赖所束缚，导致投资者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红利，市场的吸引力就会逐渐枯竭，长期资本也难以沉淀。吴晓秋说的，我在我们这个节目，我5年前做节目的时候，第1期讲的就是资本市场。我在那个时候就说了，资本市场我们的它根本目的，它不是为了让你享受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是让你做贡献的，是你要把钱拿出来解决企业融资的问题。我做自媒体第1天讲的就是这个，但是我现在5年之后我变了，我的思想进步了。吴晓秋他思想还没有进步啊，我已经进步了。吴晓秋到现在还是说，我们融资市场不是一个财富管理，是为解决企业融资，所以说我们总是牛短熊长，这不对，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市场不是什么为了这个企业融资，我们的市场现在已经是担负起全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稳定器、定海神针、指南针、指北针、指上指下，反正全球资本市场要想怎么走，那必须我们要给他指条路。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地步了，遗憾的是直接把金融消费者想赚钱这一步跳过去了。前面一阶段是融资，没有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后一阶段我们要为全世界指明方向，也没有考虑到金融消费者。所以金融消费者他就感激就完了，感动就完了。你能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为全世界带路、为全世界压舱石这么一个宏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当中，你应该是感觉到万分的荣幸。此生什么不悔生华夏是吧？反正就这意思。所以说金融消费者要提高认知，不要老想着自己那账户上多点钱少点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那点钱三瓜两枣的，是吧？你这投了10万就挣5万什么的，那些跟你的精神追求那差远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为全球资本市场
定向把舵，你看层次要上去。所以说现在还老揪着什么融资，没让金融消费者财富增值，格局就低了。毕竟还有很多粉丝劝我是吧，被剽窃、被抄袭，这还是好事吗？那你作为定海神针，作为加仓石，不也是好事吗？是吧？所以说认知。那中科院的这个院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怎么唱空的？院士说，他表层的估值虚繁荣，概念肆意炒作，缺乏监管硬标准，在底层融资基因错位的同时，在市场在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叫概念炒作催生巨大泡沫，估值严重虚高。2020未来科学论坛上，中科大副校长潘建伟教授直言不讳地警告，当下资本市场泡沫巨大，不及泡沫，让概念肆意炒作，只会带来估值上的虚假繁荣，对产业发展无益。许多国内高科技企业尚未具备可落地、可验证的核心技术，仅凭包装概念或投资者编小作文讲故事就能大肆上市融资。相比之下，像谷歌、OpenAI 等海外巨头在布局前沿科技的同时，均持续在行业顶刊上发布可复现的实验成果。针对这种乱象，潘建伟认为，国家急需配套严格的监管体系，并建议制定各行业的金标准，成立第三方评测中心，向公众告知上市公司的真实含金量。他建言必须有相应的评测机构来说明企业的科研成果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不能若干年后搞量子的全变成了骗子。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症结，一方面是底层认知急需从融资市场向投资与财富管理市场功能跨越，把赚到的钱留给投资者；另一方面，则必须是挤出概念炒作的巨额泡沫，引入严格的技术评测与监管机制，避免虚假繁荣反噬实体产业。这个他虽然是中科大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那我也得斗胆批评一下，是吧？你这是什么认知？我们科技股炒的讲的就是市梦率，讲的是前景方向。你老想量化它，说到底有没有用？你讲这个有什么意思？梦的价值，你能说梦是真实的吗？但是梦有梦的价值，美梦。所以说你老是讲什么市盈率，那韩国 SK 海力士它市盈率8倍，它不照样跌吗？有什么用？三星市盈率10几倍，不照样跌吗？那谷歌那什么英伟达市盈率多少啊？一样的会跌。我们市梦率3万多倍，怕什么？恰恰说明我们这个3万多倍是高质量的，他们的市盈率他们赚的钱都是低质量的，他没有前途啊，没有梦想，他不知道方向在哪。我们这个资本市场那就知道方向在哪，我们天天为他们指出方向，都是免费的，都没有收美西方什么亚太股市收他们的钱都没有，我们都是免费给他们指明道路、指明方向，引领他们前进，这都是为人类做贡献。所以说，金融消费者，你不要老在这儿天天一天到晚这不市盈率说赚钱，有什么融资，你不要老天天盯着你的账户多了3块5块的，天天一高兴，你涨了一点在那乐的，跌一点在那里愁眉苦脸的，没必要。我是建议我现在我特别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你炒股你盲炒，不准看账户，你账户今天赚了还是赔了不准看，你看一次交20块钱，就得有这功能。你看那个大好河山都要交门票，是不是？那你为什么看账户不交钱？是不是这道理？你大好河山，薇薇老师说了都是你的，那你去看不也要交钱吗？门票你少1分都不行。所以说股票账户虽然是你的，但那你也不能随便看。所以说我建议有关部马上就建立收费制度，这要研究。这玩意你说一年能收多少钱呢？你好多炒股的一天看40多回，没事就打开看，那你没事一次20块，对吧？40回就800块，你一天交800，这样那马上创收。我是建议这样反而能抑制炒作。那他看不见他就没法着急焦虑，是吧？炒他舍不得看，本来已经腰斩了，完了再看一眼还交20，看一眼再交20。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研究，不要看这专家的，这专家尽是误股，这专家这建议能听吗？不能听，这都是书生尽耽误事。我认为抑制炒作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账户。先收20，以后不行就收100，看一次收100，再不行就按照5A 级景区的门票的价格收，没毛病。反正你那账户也是成了风景了，一看我全是瀑布，飞流直下3千尺，看瀑布是吧？你看瀑布，你看黄古树瀑布多少钱？你看美国的那个瀑布多少钱？不都要交钱吗？那你看你账户上瀑布不交钱是吗？没毛病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不要听这些专家的。再说了，你想想，你已经为这个全球资本市场指明方向，你这种自豪感是钱能买得来的吗？
多少钱都买不走，是吧？这是无价的，所以说不能听专家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